咩問題？做咩不劇集？我劇集片面話，行裡面的說說我劇集片面話，我讚，你呢？兩節，兩節，節度接連兩度接連兩。这是一个那件事出台庄面扎根破红海，庄面扎根破红海，破红海。破红海，我赞。你呢？兩節連記，度接連兩，莊面扎根破紅海，我在那时他的兩節連記度接連12歲12 years old 接連兩莊面扎根就是更加扎根破红海就是很服他的气，就是很佩服 admire him。 破红海服刑，他服刑很。我在你呢兩節度接連兩莊面扎根破紅海。要煮酒像一隻風箏，飄落遙遠的太國地，兄弟天涯兩分離，何時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，家鄉親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